中国华侨大学也有中国暨南大学、甲北京华文学院，即马呢拢是由中国的统战部来管理。咱的教育部长陈英耀就表示讲，全面拢要禁止台湾的公私立大学甲这3间学校来交流甲合作，也会发公文予高中职。若真有学校无配合，安尼就会靠补助款。 一年一届的大学校长会议开始进行，教育部长陈英耀特别受访，说明禁止台湾的大学和中国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交流合作。只要隶属于统战部，我想它是属于特定目的的。这个它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真正的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学术取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想我们来停止合作是必要的。 陈英耀讲，那这2间学校对2018-2019年开始是统战部直接管理，北京华文学院嘛是同款。这3间学校都有甲教育无关系的特定目的，会请大学停止合作，卖法文提醒高中职。学历的部分对今仔日开始，学生去中国统战部隶属的学校读册，拢袂承认，因过捌去过的，拢袂阁去追究。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有。 光这2所学校有2100位的台湾的年轻人在那边读书，我想这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从今天开始，我想在未来我们都不会承认总统赖清德今年特别到场致辞时阵强调，希望各大专校院甲中国进行交流的时阵，要有风险意识，共同保护国家核心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一起守护民主，以及 维护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大学方面要安怎更加有风险意识？大学校长会议第2天特别邀请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说明两岸关系也有政府的两岸政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